新明年假也拄啊好是儿童节，今仔日呢这游乐园绿福村18岁以下佚佗是免钱的，也毋过呢这广告拍出去，交通的配套煞无对咧做，所以有一大堆未成年囡仔直直到暗时，拢要无套车通好坐落山。一早早，有名的游乐园绿福村人就真多，民众排甲路长，因为儿童节连续假期，绿福村设出18岁以下免费入境园内面的活动。一开始就吸引真侪大朋友、小朋友要入去看武者游行。游客有认出你的装扮吗？刚刚有一个小女孩说，我今天出的这个角色，是她非常喜欢的角色，就是她在这个游戏里面最喜欢的角色。不过，初三连假第一天就出情形。因为免费活动吸引真侪高中生入去内面，不过相关的接驳车站、交通配套措施所无够，造成真侪未成年人到半暝还阁掉伫咧郊区，引起争议。都还没有回家，但不是重点是说，有些人可能已经叫到计程车正在等，有些人可能联络到家长正在等。有些人可能不方便联络家长，然后也叫不到计程车，因为计程车很难叫。若是未成年人伫暗时掉伫咧郊区的证据。初三即天，也有一个查甫人开车入去了，伫咧停车场驾车休车尾，警方接到报案进行围捕。在停车场进行甩尾、蛇行等危险驾驶行为，引起民众围观。本分局接获报案后，立即赶赴现场带返，企图逃离现场之刘男。本分局将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新竹地检署。并这个查甫人被抓了，带回去警局进行了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